犹大师，耶稣基督的奴仆，雅各的兄弟犹大，写批互迄个蒙召伫爸上帝内面蒙爱，互耶稣基督保守的人，愿人民平安、慈爱，多多会加互恁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想真心写批互恁，论阮当得救恩的时阵，就不得不写批考劝恁，要为将前一摆交付圣徒的真道出力的争辩，因为有一寡人偷偷入来，就是对古早受定受刑罚的，是无虔诚的，将阮上帝的恩变做放纵情欲的机会，并且无认捌独一的主宰，阮的主耶稣基督。从前主救伊的百姓出埃及地，后来就将遐个毋信的灭绝。这一切的事，恁虽然拢知影，我却犹原要提醒恁，阁有无守本位，离开家己住处的天使，主用锁链将伊永远拘留伫黑暗内，听候大日的审判。阁亲像索多玛、蛾摩列，甲周围城邑的人，也照着因一味的行淫，随趁逆性的情欲，就受永火的刑罚，做鉴戒。这个做梦的人，也亲像因污秽身体，轻慢主治的，诽谤坐尊位的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，甲魔鬼争辩的时阵，尚且毋敢用诽谤的话做责任，只讲主责备你。但是这个人诽谤因所毋知的，因本性所知的事，甲迄行无灵性的精神一样，伫这个事上竟然败坏家己。因有知会啦，因为行该稳的道路，阁为利别人错误的内面行，阁伫考验背叛中灭亡。这款的人，伫恁的爱惜上，甲恁三甲者的时阵，拄拄是招招。因做牧人，只知影饲家己，无所惊吓，是无雨的云彩，互风飘动，是秋天无果子的树，死又搁死，连根也受不出，是害你的大影，溢出家己通见效的皮，是流动的星，有乌乌的黑暗为伊永远留地。亚当7世的孙以诺，捌有言，这个人讲，看，主带着伊千万圣者降临，要伫众人身顶行审判，证实迄一切无敬虔的人，所懒散行一切无敬虔的事，搁证实无敬虔的罪人所讲误逆伊的公义的话。这个人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，随趁家己的情欲来行，喙中讲夸大的话，为着得便宜添味人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恁着纪念阮的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将前所讲的话，因捌对恁讲过，末世的确有爱支持的人，随趁家己无敬虔的私欲来行，这就是遐个带人结党、属伫血气、无有圣灵的人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恁却着伫至圣的真道上造就家己，伫圣灵的内面祈祷，保守家己，
常常伫上帝的爱中，仰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得到永生。有一寡人存犹豫的心，恁着怜悯的；有一寡人恁着对火中抢出来拯救因；有一寡人要存惊吓的心，怜悯的。连迄个受情欲拍拉衫的衣服也着厌恶，遐个为保守恁无失脚，互恁无瑕无疵，欢欢喜喜徛伫伊荣耀的面前的，咱的救主独一的上帝，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，因为咱的主耶稣基督归乎伊，对万古以前，搁现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